大家好，最近睇到有個 YouTuber 講李氏兄弟嘅恩怨，仲提出一個所謂三贏方案，搵人搞個拳賽，畀兩兄弟上台打一場。坦白講，我第一個感覺唔係有趣，而係心寒，因為我覺得有啲嘢真係唔應該娛樂化。作為一個旁觀者，我睇到兩兄弟搞成咁，其實已經係一個家庭悲劇。兄弟反目，父子決裂，其實已經冇贏家。當有人將呢件事包裝成娛樂節目，甚至提議上擂台打一場，我真係唔明白點解會有人覺得係好主意。我仲想講一樣嘢，如果李永豪真係咁憎佢阿哥，如果佢真係想用暴力解決問題，其實佢一早就做咗，根本唔需要等到今日。既然一路都冇出手，某程度上反而證明咗一件事，就係佢心入邊可能仲有兄弟情，仲有一道線唔想跨過去。但而家有啲人為咗流量，為咗點擊率，竟然鼓吹兩兄弟打一場，我覺得呢個信息好危險。網絡世界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好多人將所有嘢都變成內容，變成流量，變成娛樂。但有啲嘢真係唔應該咁做。家庭關係就係其中一樣，因為當事人流嘅眼淚係真，父母嘅痛苦係真，家人之間嘅裂痕都係真。呢啲唔係綜藝節目，更加唔係拳擊show。我唔知道兩兄弟將來會唔會和好，可能會，可能唔會。但我至少希望社會唔好再火上加油，唔好將人哋嘅家庭傷口變成娛樂節目，更加唔好鼓吹用拳頭去解決問題。最後我想講一句，流量可以賺，點擊率可以衝，但做人始終要有底線。當一件家庭悲劇被包裝成娛樂節目嘅時候，輸嘅唔止係兩兄弟，而係整個社會嘅價值觀。大家點睇？歡迎留言討論。